最近有诈骗的电话，自称是通联客运的人客服务中心，讲因通联的系统有欠点，会重复来订票，要求乘客按照着指示一步一步来进行退钱的作业，甚至参乘客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的字号，要伫咧搭就车，要伫咧搭落车拢知影。通联客运目前已经预防性甲网页甲关起来。 乘客要买票，只会当透过超商、第三方的平台，无就要伫咧现场来买票。不过，互诈骗的乘客是真气怒哦，指控这个通联并无积极协助来处理。记者打电话互通联客运嘛无人听，目前主管机关已经介入调查。 又有客运的网站去互骇客入侵的事件，伫咧国港的客运去互骇客入侵了后，通联的客运嘛对咧出代志，而且会员的资料可能已经漏失。拍开通联客运的网页，标记写讲系统微服更新，有可能预防诈骗的消息提起会员，但是因为有人接到讲伊是通联客运服务人员的电话，表示讲因为系统出现问题，订到30张的车票需要进行相关的手续来退钱。一开始是一个自称统联的客服跟我说，我的账号被盗刷20笔的团体订票，然后过晚上12点就会自动扣款1万多块，就问我要不要取消。他就是讲出我的身份证字号、开户地点在哪一个分行，就是都讲出来，所以我就相信了。没有收到统联就是发出我的个资被外泄的那些提示简讯，就是都不知道。简单做笔录，然后跟我说后续如果有查到再跟我通知。实际来到台北的转运站，乘客大部分是伫现场或者是便利商店买票为主。知影讲个人的资料敢若红外线，拢提关警觉。网站好像关掉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看里面有一些他们的订票的一些资讯。这个防止个案方面，自己也还蛮小心的。市民的电话我都不会去接，我觉得现在诈骗集团太恐怖了。通联客运工作人员无方便替公司发言，要搁打电话去互通联客运。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各六通电话拢无人接，通联客运对防骗的受害者嘛无后续的协助甲处理，偌济人防骗，也有防骗的金额拢无人知。严格主管的机关公路总局已经介入的调查，嘛表示讲通联客运已经请治安的人员进行初步监视，限期通联客运伫咧17号爱提出到初步调查结果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